Hello， 大家好，今天来玩年美鹅。喜翠的年美鹅属性组合是钢加龙系，抗性非常优秀。虽然种族值比不过进化后的年美龙，不过携带进化起始之后，它的双防会更加耐久，而且跟年美龙一样长得非常可爱，所以今天就来开发一下。特性选用硬壳盔甲，搭配诅咒强化的过程，保证对手要害不了，而且诅咒同时会增加攻击跟防御。攻击招选用本系的铁头，也因为钛金属性是选择用幽灵系，所以只要钛金化之后，还能改变诅咒的招式效果，让对手每回合损失1/4的血量。最后就是睡觉跟守住，睡觉可以拉满血量，只要站着就可以慢慢的把对手恶心到死，非常有趣。能力值配置是 HBD。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对手有5道雄狮、6路杀、雷柱、1只淳朴怪，然后路卡雷欧加甲贺忍蛙的组合。好，那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选择铁包袱吧，上来直接破坏。比较要怕他的淳朴怪，年美鹅强化会有点麻烦，所以我们选一只月月熊，再搭配年美鹅上来做强化。好，那是3只帮。对战开始，这边对手第一支派的是古文巨生2，那我们派出铁包袱。古文巨生2的话，我直接拼水炮好了。他第一支派这个，那么就可能会直接钛金化哦，不然就要牺牲这只了。好，那这边对手果然选择了直接缴钛金。钛金什么啊？哦，钛金草系，那可以哦。草系我们的水炮打它效果减半，然后还没有命中，真不愧是我的水炮。结果对手用日光束日光束要集气2回合哦，它是带强力香草，那就可以在1回合顺发。不过很可惜，我们是气势皮带，所以一定可以耐得住他的攻击。这边的话，我可以让他绑那个日光束，因为他会需要2回合集气，然后给他收掉铁包袱没关系，我们可以派年美鹅上来强化，他就打不通我们了。好，对手受到了再来一次的攻击，一样继续使用日光束。那因为他的强力香草消耗掉了，所以他会下1回合才能行动。我们这边就直接用冷冻干燥，多做一点伤害吧。冷冻干燥，哦，还蛮痛的哦。哈哈哈哈！哇，结果竟然直接冰倒了，这也太好运了吧！想说可以让年美鹅上来做强化的，因为他会绑日光束。好吧，那我们就继续打冷冻干燥吧，还是水反？趁机换人。可以，我们再打一次冷冻干燥，把它射掉。好，那这边对手没有选择替换，直接牺牲掉这只莫名其妙被冰到的古文巨生2。然后对手一个钛金化爆炸，我们来看一下对手接下来会选择派出哪一只宝可梦，有选谁？哦，这个是甲贺忍蛙哦。好哦，忍蛙的话，它有一招先制技，那个手里剑，所以我们可以换上这只非常坦的年美鹅出来吃它的水飞手里剑。不过这只特防加上进化起始之后，特防也是非常的高，它就算换成其他招打我们也是不会痛。好，对手转成了水属性，超级痒。对手在帮我们按摩，打了4发哦。他该不会是那个吧？老千吧？老千的手里剑。好，不管，我先诅咒，他应该也打不痛我们。哈，他竟然有学挖洞，他是玩双刀吗？还蛮有趣的哦。这样也算是让我们赚1个回合来做强化。使用诅咒之后，攻防提升了1级。直接守住吧，让他的挖洞失效，等于说他躲1个回合是直接浪费掉了。好，对手挖洞，
完全打不到我们。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守住吧。这只耐久也是非常的可怕，我觉得它不见得秒得掉二波或者那个结果对手这边换人。好，他最后一只是路卡利欧。他这只也是异色的，非常的闪亮。不过我们已经诅咒了2次，所以防御提升了2级。他的路卡利欧也贯不穿了吧？不过保险起见，我觉得可以太进化，挡他的近身战。我们唯一的攻击技，虽然刚系是全打点，可是打蛮多的宝可梦都会效果减半。哪一招？好，对手打吸取拳，打我们完全没有效果。这边我们再用铁头，也是帮对手按摩。现在的诅咒，因为我们转变成幽灵系，所以会扣1/2的血量，然后消耗对手每回合1/4的血。不过对手还有一只甲贺忍蛙，他可以选择替换来免除这个诅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继续打铁头好了，反正他应该也打不穿我们。好，对手这边用彗星拳，超级痒的。好，这个铁头再打2次可以收掉。我们这边就继续的扁他。结果对手选择了直接替换，再换回甲贺忍蛙。这样子我们的铁头打他也是效果不好。这边他可能用2波，我们已经转变成了幽灵系了。那硬扛应该是耐得住啦，但是我觉得保险一点，年美儿可以用来对他的路卡利欧。这边我们换上有突击背心的月月熊。看到我们转成了幽灵系，那应该是打2波吧？结果对手这边用冰光，好吧。可是冰光打我们也是完全不会痛的。那对手路卡利欧确定我可以打吸取拳，他哪一只出来都是让我们吸血。好，那这边对手再继续用水飞手里剑，超级痒的。这个伤害量，它看起来应该是老千吧，好像每一下都可以到4下不过老千对我们的这种高耐久型的宝可梦来说也是抓痒。而且同时我们可以用吸取拳来恢复一点血量。好，那这边对手最后剩下这只路卡利欧。近身战的话，我们直接转成已经太进化幽灵的尼美尔吧？还是他这时候先读我们替换跳个剑舞之类的，也有可能哦。好吧，对手继续打吸取拳。我就直接诅咒退场吧，他每回合会扣1/4的血，因为形态转换之后，我们这招也变成了害恶技。好，这边对手灌不穿我们，我们刚好在使用诅咒，直接来恶心他，他应该也非常的无言。而且他接下来也没救了，我们还有2只宝可梦，这边诅咒发动，他剩下1点血了。对手有吸取拳，我们换上铁包袱，不要让他吸血。而且铁包袱他只能用先制招把我们收掉了，不可能再用吸取拳，因为我们速度比他快。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再来一次，让他绑彗星拳。结果对手最后选择了用神速，先用先制招把我们收掉。接下来就有趣哦，对手会因为诅咒的效果死掉。野美儿玩起来其实限制还蛮多的啦，不过非常的可爱，还是可以玩玩看。那这场的话，对手有刃鬼、火爆兽、快龙、流氓2、路卡利欧跟一只水伊布，务攻手偏多。那感觉金光花可以把毒灵战术玩出来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先发派快龙好了，上来直接破坏，然后轮转选择金光花。被动撒下毒灵的效果，那么只要对手中毒之后，就可以配合年美儿上来做强化，对手灌不穿，然后被毒到死。
对战开始。好，那这边对手第一支派的是路卡利欧。路卡利欧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打地震。我看一下，好，可以，还是钛金飞行。钛金飞行好了，因为它可能会换回快龙，没有，那就要吃一发我们一个属性这2倍的飞行招咯。不过这样子对手有可能是带气势皮带的吧？好，直接打冰冻拳。那我们的钛金爆发，喷得掉吗？不是皮带，那可以哦。这边我们耐住他的攻击之后，直接钛金化把对手推掉了。那这边对手选择派上的是快龙，快龙的话，我们换上这个金光花好了。好，那这边对手也选择了角钛金化，钛金什么属性？哈，冰系的也太少见了吧？打冰系的冰冻拳哦，结果竟然是钛金爆发。好，那可以哦。打我们完全不会痛，而且顺便帮我们布下了毒灵的效果，所以目前我们毒灵是第1层，踩到都会中毒，而且对手快龙也钛金化了，所以这边我可以先来个直接临别礼物来退场好了。顺便支援年美儿上来做强化。好，临别礼物命中，对手的攻击还有特攻下降2级。不过我们的金光花倒下了，这边对手会使用哪一招？龙之俯冲，他的招式也太特别了吧！这招很难命中的说，虽然命中会有一个附加效果啦，是蛮强的，可是这招非常的看脸。那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先诅咒反正他的招式也不好命中，我们可以叠加，结果中了，好吧，那没事，只要没有触发追加效果都没事。同时我们防御提升了，接下来的话，我这里就继续诅咒好了。哦，他有学特殊招的。他是玩双刀的哦，还蛮特别的哦。然后冰冻光束打我们也是超级痒，这只本身的特防也是非常夸张，所以目前已经防御叠加2级哦。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个铁头，先破坏掉对手的多重鳞片。好，继续龙之俯冲，这伤害也太可笑了吧！而且我们的铁头还蛮痛的，结果对手竟然是戴突突头盔的吗？突突头盔的先不急着收掉它，继续诅咒我们来叠加能力，最后用睡觉来把血补满。不然我们这边直接把它收掉的话，可能耐不住它的火爆兽。好，我就继续诅咒好了。好，这边对手打了钛金爆发，太可怜了吧！这是什么鬼伤害啊？那就不好意思啊。而且对手必定命中要害不了，我们有硬壳盔甲嘛，这个特性也是非常适合拿来做强化。继续复制。为什么他的龙之俯冲都可以一直命中啊？奇怪，我一定要配重力才能命中的招式，结果对手一直命中是怎样？不过还好的是他的这招追加效果一直没有发动，才可以让我们一直强化。好，那这边就睡觉吧。又命中，又命中是什么鬼啊？太可怕了吧！还好他没有学再来一次不然我们这种型的还蛮容易被针对的。好，接下来的话，因为睡觉必定睡2个回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随便打攻击招。好，对手这边选择了换人，换上最后一只是苍岩刃鬼。那出来要先吃中毒的效果，
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跟他拖时间。好，对手用毁念剑，超级痒，你就慢慢的回血没关系，反正你应该是回不起来了。醒来的瞬间，我可以先守住，让对手吃一下毒的伤害。先守住一次。好，对手继续毁念剑，只要一直诅咒加守住，他这2只都贯穿不了我。好吧，那就继续诅咒吧。好，毁念剑，给你吸一点血没关系，我们就继续的来害了他。防御叠加了4层了吧？哦，5层哦，莫名其妙已经叠了那么多层，那就直接叠满吧。然后这边我们再守住一次，直接铁头就可以收掉了。最后剩快龙已经防御叠加了6层了，我就不相信他打得穿。好，继续守住。哦，对手这边暗影爪。好哦，暗影爪的话是有机会命中要害的招式，但是因为我们特性，所以它也命中要害不了。这边我们就可以用铁头把它收掉了。对手暗影爪也是不会痛，再用铁头。现在攻击力可是也有加6哦。虽然效果不好，但是也蛮痛的。最后剩下这只快龙，快龙先一样出来踩了中毒，然后我们一样可以先守住，再配合睡觉，他毒2下就死了，除非他还有学雨期。雨期的话，我觉得铁头好了，比较保险。结果对手直接攻击，那就没救咯。才扣2滴血。是什么鬼耐久？对手也完全无力回天，只能依靠突突头盔来反伤我们，非常可怜。毒灵战术好像比较适合这只拿来做强化目前玩起来都是可以骗到对手，还蛮好玩的哦。好，那来看一下这场的对手，对手有多龙、古玉鱼、古剑豹，然后一只坦，跟赛富豪加一只土地云。这个阵容的话，就是完全对勾的组合，所以我们是可以强化啦，只是比较怕它的淳朴怪。但是我们可以靠金光花来慢慢的把它毒死。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接上年美儿上来强化，让对手推不动。最后一只的话，我们再选择雷电云，就是3只吧。对战开始，对手先发派的是古剑豹。那我们派金光花上来跟他对。金光花的话，对手有一个特性可以降低我们防御1.3倍，但是我们可以使用泥巴射击，先控诉对手之后，再使用连别礼物来退场，直接降低对手的攻击2级之后，接年美儿上来做强化。好，这边我们就先来控诉一下。结果对手冰柱这集没有命中，很难中哦。我每次玩古剑豹都觉得这招根本就是做坏了，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难中。既然对手没有命中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乌尼波吧。如果能收掉，当然最好。结果对手用突袭，这样子表示他的先制招可能只有学突袭，没有再多加一个兵力。这个乌尼波，哦，哇，我们的这个那么痛吗？直接把它轰掉了对手还是2级神的说，还被我们的起点宝可梦收掉了。然后接下来对手派出来的是土地云。土地云的话，我想要让它中毒临别礼物还是中毒，这边就是选一招，如果送掉应该没差。好啦，临别礼物，先用地震把我们收掉了。不过这样子，我们也把毒灵布完了。毒灵有2层，除了土地云之外，它的下一只宝可梦出来踩会中到剧毒的效果。这边的话，因为对手是土地云，这只可能耐不住，
我们需要先强化才能挡住他的攻击，所以我们先派雷电云好了。雷电云的话，直接飞行吧。我看一下对手，除了赛富豪之外，很难耐得住。好，直接钛金飞行，打一个属性之2倍，超强的破坏力，钛金爆发，耐得住吗？啊，真耐得住，太扯了吧！完了，这边被控诉到，好像只能牺牲了诶。他在一个岩石封锁，我们就死了。我看一下，对，好，我们换尼美尔。这样子，他打我们的岩石封锁效果减半，然后再接一个地震，我们应该还耐得住，可以把它直接推掉。这边降低速度1级。可以吧？攻击+1的，不然就是他再一发地震，我们可以换回雷电云，再把它推掉。可以，回来吧，雷电云，地震，结果是地裂，好险呢，还好没有跟他赌，那就不好意思哈，我们再飞行一次。结果他这边选择直接换人，可是他速度没有我们快啊。如果我们派的是赛富豪，这个打他就完全不会痛了。这要留吗？暗影球可以吧？我们再换回尼美尔，因为要留着好厉害的双毒啊！真不愧是对手。好哦。上把年美尔，我们是这时候可以再拆他使用地震或地裂，再换回来，不然就是岩石封锁。我觉得先守住一次，看一下，不急，我们要守住。哪一招？嘿，岩石封锁。好咯，这时候要1/2的赌博了，我赌雷电云。怎么样？地震地裂，对手也在犹豫咯。赌对就赢了，赌错这场游戏结束。喂！结果对手太听话，那没救了。钛金地面的，那可能就是直接打地震哦。这场赢了，对吧？地震，这边有先读到，直接被我读爆。那因为对手最后一只已经确定了是那个赛富豪，所以我们就直接打一个2只波动吧，就可以把它收掉了。好，这边对手选择了替换赛富豪，出来吃我们的2波吧。丢，还敢轮转啊！就算不打钛金飞行，我们的2波也是非常的暴力，所以对手最后一只剩那个土地云，而且还中毒了。好了，那这边就直接收掉吧。再见。对手一个钛金化爆炸。好啦，那谢谢对手指教，玩得非常好哦。